来看，针对教育部增加专业团体、各卫生福利部等单位去大书台来了解学校目前的辅导机制，协助这个女子卡球抽血案的人本教育基金会是指出讲，学校唔但爱有受害者的支持系统，嘛应该爱针对学校文化，尤其是体育项圈，好好来检讨。大书台卡球队抽血案还在发展中，运动竞技下系的体育运动大楼。 伫小热依然有真侪系上其他体育专长学生来训练。应该不会冲击到吧？感觉学校应该会把它处理好，这是那个对的。然后所以觉得还好。我们有时候还是会做一些简单的一点实验，但是就是不会什么东西。学生认为讲，运油学院也唔经济系，未受到这件代志的冲击，相信学校会好好处理。啊，若伫社群平台，嘛有用本系校友签名的发文。 讲经济迄毋是感受爱的所在，是爱认清现实的所在。该物件无一定拢互你感受温柔，啊，毋过每一项拢是生存用得到的。这些形塑过去传统的这种训练文化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辅导小组应该要检视的内容啊，因为它整个妨碍了我们运动选手的身心发展嘛。如果当一些选手会认为说这个事情没有什么，或是把举发者当吹哨者当成是一个破坏我们体制或破坏我们文化的人，就表示这个病很严重咯。人本志院长彭家良讲，辅导小组入去后，除了提供个别学生资源，包括检举迄个学生的处境，教授甲教练敢有意识思维甲带队方式，爱定学习同款重要。这是重建体育文化甲体育训练相关管理甲伦理的机会。参加辅导小组会议的大师大学生会讲，体育是伫会中提出相关的措施。 把领导啊、管理这些内容纳进教练的培训里面，让教练可以学到一些替代行为，他就不会总是要用打骂的才能控制学生或管理学生这样。因为经济系第二日的教评会拢不爱透露决议的结果，引起外界不满。协助这个案件的立委陈培如讲，现阶段的重点唔是就教练敢有要改变，上重要是爱重视规个体制内，各需要改革处理的迄寡问题。记者综合报道。